跟你准备好了嘛？哪有可能？公用的准备免唔会求，爱清理咧，剩嘅就看爱运势咧。见哦，你准备好嘛？俺我准备嘛个啊，俺根本又没考试。唔系考试啦，听讲，你就一年嘅时间，有才唔会做乜嘅，做唔好，就要去北京读书哦。唔咩啲啊？哇，那只副卡真嘅冇变咩呢？阿公要去疗养院咧，身躯咩肠胃出轨，连也可能会走诶。因为看你越来越少，挑难掉航班会让会快。航班的事情哦，航班长相，你先处理面前的事情好吗？大聪明女士。好啦，东西有带吗？有。拜拜。拜拜。灰色嘅炊烟，小暖的天际线，平静的一年秋天，给路红给茶叶，落入乃是田野，多地嘅有个几行嘅。來來去去嘅鬧熱，瞬殺現轉消散嘅時間，思念一遍一遍，有深有淺，難有你在身邊。哦，油條鋪都短短，卡充點心呢？錯啊！啊，小叔好是甜的，我是看到冇？嗯，好啊。哦，等一下哦。哦。哇哇！哦，nice nice nice。哎，试看啦。好食哈。好吃。有冇送到兩杯暗好食，然後其他幫董沖誒。爸，阿楊叔，阿姊，你當做好兩種米線嘅越南油條，我試看到冇？好，吃看了。阿姊。哎，有迄夜雞哦，邊貴邊貴嘅油條。那个边贵边乖啊，那是越南的油条。哎呀，吃看了啊！哎呀，係啲啦。好真的。用誒。好，小卡，咱面賣粉，你都使了咗食油條啊？
还没全部没有啊哈。歹勢呢，俺哋都冇買啦，俺哋都做來試試咧。啊，冇買哦。咁 M 係啲啦未？哎呦，歹勢啦，你喺自家做來食嘅，冇送2條，試看啊。同嘅哦。我排誰麼？哎呦，那试看呢？压起没？哦。要啊。真係都好食咧。冷一天。做的啊。多謝。都好食咧。多謝。哎呀，唔是啦，老朋友啦，走。快啲啦。唔是，走啦。怎麼樣？好，師傅。我哋做咩啊？好，師傅哈。下次再好，拜拜。拜。哎，俺做的買款啊？做得咯。看呢，做的冇？阿嫂，凍醬用用誒。都好看呢。俺做係做幾種口味，還做得有雜適合嘅冇？哦，咩做的用西油紙包的拿？哎爸，你做的買呀冇？唔都唔記得咧，一下條價唔起嗌咯。爸，你看，我嘅學測成績出來咧，還蠻確定做得上重講以後呢，唔過我嘅積分同過，應該都有機會。以前我看到冇嘢按3萬考得好成績，一天都放棄嗬。爸，唔好顧笑，我保佑我考到第1志願哦，一定會伴我好運哦。你看，老爸都笑到都歡喜，佢一天沒中意也中，也沒知道。爸笑到追爸爸嘅時間，好想動到，佢應該多笑啊！很多年，你爸爸唔必想，點都還要復卡嘅事情，在卡入邊勞動到，佢頭擺同後生嘅，人嘅生氣嘅時間，其實係啦。行哥嗬。挨咗一年飛機嘅笑容，真中意佢嘅。点完了吗？今天的饭跟便当不用等，按面的话可能要等20分钟。然后菜的话，我们现在还有高丽菜跟地瓜叶，空心菜也没了。所以饭不用等。对。那我要饭。好。肉燥饭。好。然后我要1碗汤。猪肉什么汤？可以来哦。哦，好，随便就哦。鱼丸汤。鱼丸汤，肉燥饭大的小的？小的。好，小的。对。你等一下哈，谢谢。谢谢哦。来，猪奴。好，请坐哈，这里可以坐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
点什么？肉燥饭小的，然后鱼丸汤，谢谢。谢谢。鱼丸汤、肉燥饭小的，老板。小的肉燥饭跟鱼丸汤。对，谢谢。操作。好。老板，他每天都吃一样，他不会腻哦。添钱吧。嗨，操作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小的肉燥饭跟鱼丸汤吗？我今天不要鱼丸汤，肉燥饭就好。会饱吗？可以啦，谢谢。好。你的餐。我今天没点汤啊。哎呀，我太顺手了啦！啊，你通常都点2样东西，你今天没关系，汤请你吃。没有啦，不行啦，老板做生意这样不好啦。你常客嘛，没关系，请你。帅哥，不要紧啦，一碗汤尔，哦。涛哥，谢谢呢。谢谢。真的吃。谢谢。谢谢。这么晚来，一样吗？一样，可是我要再加山药卷跟烫青菜。我最近收入比较稳定一点，想说吃一点青菜健康嘛。操作一下。谢谢。谢谢。肛门，那个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周杰伦？喜欢啊，怎么了？哦，他最近刚好有一个新的作品，就是电影，叫《不能说的秘密》，跟桂纶镁演的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有看新闻。我是想说，刚好我待会吃饱要去市区的电影院，7、8点左右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看？可是我这里关店都8点多嘞。好。但是9点之后如果有场次，应该来得及。9点之后一定有场次啊！那我赶快吃，我就先去买票，然后再回来接你，可以吗？慢慢吃啦，没那么赶时间。好，肛门，谢谢。爸，
爸就因为一碗饭老同就爱到呢。也好，應該冇一種愛情故事咧。那爸爸就按老實經營啦，我就中意佢按。拜託，莫個放閃咧，我要搶命咧。媽，你敢有聽到薩克斯風嘅聲？你看，誒，阿哥，去吧。唔屌，讓佢來啦。用啲亞粉薩克斯風。我來看阿婆，還有唔爸爸啦。爸，你當家自家來啊？我又唔似嗌老小叔陪啊。唔屌，超無閒咧。這個有做嘅挑戰啊？是嗎？好啊。董後生呢？也個挑戰哦，本阿婆知道一定會講，做唔得。阿婆一定係處女座。係講佢現在林淑華按落線，聽錯要本佢罵死。錯咧。老嘅蘇漢冇幫阿婆爛到，係咪？等將小叔冇印象，其實係冇見過媽媽，係咪是做同遺憾嘅？未係啦，嘅時間懂講呢。唔用sao轉兩幾年小叔很愛死咧，操了，真嘞！爸，你就本地期待點存疑，還有小叔，總來不卡呆啦。反正來，唔點都要做地要黑到認天數啊！唔好天數講法啊！迄講佢證件愛轉來啊，就係佢自家講嘅。唔係青蛙誒，轉來人家種細細件嘅挑戰點啊，做乜解啊？我啲我輩未做得科技甲存錢，用到方嘅事你係咩冇聽過？唔過我就係起步嘅人，要不看咩使用我天數咁嘅，你咁就做得成呢？你使用我嘅，你要乜解啊？你根本冇做過挑戰嘅，你做得天數乜解啊？我講啦，你係一隻落下嘅人，唔講係，係講唔係哦，你全唔會哦，連結婚哦都冇轉來講。係講緊兩事，我老唔講我去結婚唔會現係，唔會做婚係。你聽說我講，生活冇辦現錢，
凭乜嘅結婚，憑乜嘅用生意呢？我點會安尼講？姑嫂，你知道我咁老唔講我去結婚呢？咩啲啊？冇才條結婚啊！我限結呢次啊，我緊要本幾條穩定嘅生活。我根本呀，講會轉來，係咪冇錢呢？啊，仲係捱條天數。呢次你就係哦，做乜嘅事情都失敗啊！你就會講我冇咩？梗係唔好做來做咗的，我會帶定我姑娘、我媽爺出去講嘢的，老起步，嗰後就完全冇關係咧。衰仔啊！爸，走。不准這樣哦！爸還蠻講清楚，不准這樣哦。唔家未談到誒，你老幾係乜嘅好講嘅？嗰樣事就冇應該談嘅，可以存入，把小叔看到也得哦。回去了。我講不准這樣，冇談到啊，起立起。好，唔了無法講吼，唔講礙要。做下常常通來講啦。無論真正嚴格咧幾多擺，又極欠對方。毋過唔兩三項係兩字呀，兩個都相似，小叔沒相似，大家就係一家人啊。像無乜個嚴肅係做唔得變下來嘅。一家人就係愛強下，唔係咩？爸，明明就當掛掉力氣，要動想看小叔老存伊，唔用唔老實講咧，唔也係起力氣，明明就當掛心也查某卡。要上班轉來啊！唔用按好拗呢。哎，好誒好誒啦，兩字呀又唔係嚴肅呢，做乜呢啦？你知啊？我做轉來同我學手柄，我做人師傅。啊，唔該。樹從腳從哦，做餅親好咩？啊，我咁做的，因為做唔得啊！我嘅功夫好，又很高，竟然聰明，較三行地位哦。哎，我做嘅餅是一定有名哦，唔是不准讓人撈開下。我是做的啦。唔講我唔知爸樣想，點樣嘅想？來，我今日生意嚟做師傅啊，萬一做父唔出嚟難樣嘅想，係嘛？啊？好咧啦，爸。好咧。青怡，喊拜，人就強下三網大餅。連幾副卡人咯，就係愛強下啦。其實哦，係第一擺哦，看到你兩傻哦，係就當中醫唔對呢。冇想到哦，個小叔哦也下安泰了。春怡啊！你小叔哦，佢做太好，你有嘛個
先嘅打算啊？唔點用嘅，你是唔採過後，睇下出基本係有乜嘅打算？爸，咁你聽我有打算？咁早唔得就留下來買改變，我聽佢離開去。哎，當然唔係，當然唔係啦。你想要留下來哦？當然做得啊。哎，唱係問一下，冇乜嘅意思啦，哦。爸，你會嘅聽好係普運用嚟下，唔過唔係日下。日下係忙做好，他嘅不用下嘅心理準備。蛋饼、饭团、豆浆，你的好了。哎，等，哎呀，慢走，一起走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哦，一起走。丽姐，我的3份烧饼有点很久。啊，手饼，手饼，老张。哎，永初。哎，你好，烧饼噻。对。剩5分钟就好了啊。等一下哈，谢谢。啊，你等一下啊，我上去看一下啊。好。哎，慢走。哎，今天全肉係嗎？嘿，全肉。啊，有包肉全年。好，2份咯。好，2份。還有啊，劉家，我們就係送埋雪嘅油條啊，叫咩肉賣麼？我去買哦。係啊，同埋哦，我做成嘅都喺辦公室啦。其實雪後就愛咗個油條啊，叫咩專門去嗰度賣咧？哦，佢冇賣啦，佢人做好夠嘅啦。你做啥做東好先咧？哦，先冇嘢啦，唔過吼，人請買嗌把存下來嘅油條，老手餅哦，漲價嘅多啊。劉家，你最近要買個油條哦？冇。我所以買那個不用靠仔咯。啊，排泄啦。冇，有時間冇，今天做1份45。哦。點嘅？要買啊？有，忙開始買啦。一下都係現做愛定咯。哦，冇問題。不過，係2份錢嚟做咧啊？當然，係做地做冇聽嘅面試。好，小妹啊，我多謝。Please wait。阿嫂，你要發好跟團嗬，做2份啊？梗係哦。爸，你喺做乜嘅？馬嘅做馬嘅啊？我看不出來，係你嘅煮條鏈啊？哦吼，老豆哦，係有獅子嘅咩？哦。既然做乜要去做條鏈咯？唔慳擺哦，迄講哦，你至少開點。愛上哦，愛留條鏈哦，換做熟的啦，好冇？來，你試看看啦。用呀？幾好食啦，不過。我吃都冇也必要呢，本錢佢出又唔係唔啲。冇，同大家試看看啊，看大家試到買哪一種哦較好嘅，唔是冇多咁麻煩啊。哎呀，大家試看看。唔識你哦。
哎，来，俺张煮个熟酱哦。来，大家试看看啊。哎。哦。好吃哦，也还唔好吃哦，都做得讲啦，哦。好吃。哦。然后唔着上摆煮的冻葱都冻好吃嘅。好。好势咧，挑的东向诶。哦。用啊？用的啊？你是呢？用的？同俺这时节是都给米去冻葱呢。哦，真紧的哦。爸甲下讲，想老店铺买个挑嫩贵数的，我反对哦。做嘛个？一个挑嫩本单出比一下个好事啊。因为高丽高长挑嫩太少咧，太危险咧。我们冇打算揾刺痛发射皮啊，估算用做唔得。不过那个挑嫩较有温度，较有感情，咪较上瘾。我知道一下做生意应该係冇強用。做得小賣幾用誒，行政之路線唔係當好。又來咧，又一個起力起來咧。唔用啥一啥比一啥還那唔實際啦。唔係用嘅咧，嚟講嘅全都係一下嘅行銷趨勢。錯，人家就當會讀書，當會分析，佢做生意呢，唔馬啥做嘅比人較久啊。做生意要經驗判斷，唔係妄想。妄想做唔得係。哎呀，哥一下你啊！有聽單呢，很凍多。大家先來準備一隻聽單好冇？便挑嫩5皮，亂餅2隻，饅頭加亂2副哦。真嘅我感謝拄好送來嘅聽單啊！冇，媽媽老細係可能又會上陣了哦。對細孩將來，佢哋唔知炒會幾多百擺呢？嘛幾幾啊百擺啊！吼，就係好亂講，等會本娘嘅罵。人哪有亂講啊？大擺幾條嚴格哦，人就會本嘅流蛋大刀呢！我很幾條來看捱嘅蛋孔冇。好咧，唔好困啦，捱啲唔動辛苦啦。啲出好嘅啦。娘媽媽同娘細阿姨會按接嚴格，唔知道原因係乜嘅？這樣來看吼，應該係媽媽挺難好嘅，細阿姨講法挺出嚟。竟唔知道娘媽媽一啱好嘅身體愛改冇？冇了解佢哦，唔了解個款誒，佢咁會改。來，讓我監聽一下哈，入邊嘅字會用嘅哦。用誒。賢婦有感。哦，有中醫冇？中醫啊。哦。唔過我行卡中醫焦香味凍蟲嘅嗰種。焦香味啊！我有，你等我啊，我全部人。老娘公速攻经营的那个频道，唔是枪兵表演也係 fashion 嘅內容啊。我知道吼，每做地兵就係成法嘅部分啊。哪種成法啊？從亞速攻嘅嘅嘉賓研究啊，音樂收藏，還有亞公嘅挑戰輸入，都係當好嘅成法題材啊。錯呢，可是唔係大家老人家都第一件東西咧，我有冇想到？做嚟鋪一嘅啊！嘿，差唔多咧，嘿嘿，就會咁種啦，瓜地馬拉嘅調味啦，佢本身就帶有天然嘅炭燒味。有哦。破麻雞啦，調味就蠻好破嘅。
叔公，我抱嘅唔係跳嘅，我抱嘅係你嘅眼神啊！哦，我嘅眼神哦，你知道我一下茅塞頓開啦！哦，茅塞頓開啦！啊，差唔多啦，嘛該差唔多啦。你哦。你爸爸家下做的跳呢啊，冇做好，跳的米是唔辣，武器啊也唔辣。係哦，你數漢家都說唔出來，係正常嘅。因為呢，連你也說唔出來啊。辣啊，係什麼痛嘅感覺，唔係一種米是，那個本人吃到當爽快。不過，佢冇細節，你講錯冇啊？關阿 Sir，咩唔會茶啊？嚟呀幾級獎，唔該。哇，個獎呢？阿姊，你要唔要按獎？你走去籌嘛？唔掉吃凍用嘅呀？凍獎的嘛？凍好看呢？凍獎，唔一下咪係一隻細妹兒咧。唔掉都太咧，時間過到凍腳呢。哎，設計師，不好意思哦，那個我小女兒，你可不可以幫她找一套禮服？我想要拍一張漂亮的全家福。
当然可以啊，那请稍等我一下，我去准备准备。好，谢谢谢谢啊。好，很好，来，我们这边再往前一小步。对。我们这里讲呀，全家福，定系提供。好，来，讲呀。好，很好，来，下巴低一点点哦。很好。好，妈妈，现在这边的光线很漂亮，我让3姐弟跟你一起拍个合照。好。好，那妹妹先来好了。哎，等你。妹妹，我们待会就坐在那个妈妈旁边扶手的位置。你真景太的呢，会生每一条嘞，很强啊！等结婚的时间做新娘衫，一定会很卡讲的。好，来看我这边哦。很好，再一张哦。对，很好，来再一张。两位老母卡咨询，我们大概有越南的事情吗？唔是啊，你忙想清楚。有事情做个怎么了？是的。安总，坐啊。 Good morning， 爸，老张。哎，我想讲，我去家买越南油条，就做个新的加斯表，你就看样啊。马个时间给听我买越南油条。安总，你对你讲嘛个？充满豆香味嘅挑嫩，你下下意思係講，因為改買數嘅挑嫩未？我要特別會買下。要吃到較香，唔係咩？咁咩唔代表我就會買啊？咪娘，冇錢啦，有乜嘢事情哦，天天討論啊。有乜嘅好討論嘅？人家都唔係講一件點咪係捱嘅，既然咪就捱來嘅菜嘿。遲啲時香港你會出國，錯冇？小數千萬千嘅的就放榜，你要嘅聽好我留下來，還係我做越南嘅冇？爸，唔愛帶療養院嘛，就做穩好嘅嘛。嗰個最尾就存到阿用熟老捱啊，一行也就就係勉強批行捱開店，何必差半多呢？講下唔好聽到嘅，一件店咪唔開，咩老人都冇關係。李玲啊，係迄時髦哦，漢擺哦，你有意見哦，大家學落嘅，
挑人店目前啊，好好讲话，好不？爸，我无发现，我是迄知道，既然大家就有自家想要做嘅事情，佢就冇勉強自家。我咪會好好咩嗱，一間店咪會繼續開幕。根本就咁樣啦，唔是做生意嘅。妮妮，你做嘛嘅咯？你躺下讲啊！你等下啦，我下案件啦。哎呦，爸，我冇事情啦，冇停過來啦。呀，又冇開店咧。中秋，落去是牛肉湯，好冇？牛肉湯？我也係唔想食啦。不過係有咧，唔俾我去吃牛肉湯，好冇？哎呀，落去啦，落去啦，好啦。來，既然哦，挑年煮好咧，油條咩破咧？手餅啊，沒做好嘞啊！我看哦，你啊，開店做生意，唔好打樁啦啊！不過哎呀，下真嘅想要3項誒，其他人咩負唔產，真嘅做得開店嗬？當然做得啦，頭擺哦，呢間店做生意當簡單咧，搶賣挑年油條、手餅、卵餅，還有蘿蔔板。安尼東西敢唔會特色啊？唔會啦，東西少啊，不過你用當代嘅功夫去做，人客都中意哦。唔錯，老張，唔限少工一項。乜解啊？快菜炒豆腐乾。啊，錯啦，菜式你唔記得啦。佢係人媽媽嘅素魯菜。見咱買咩懂好啊？我看哦，根本人就按你做好咧，吼。有我做得啦。做得。好，開店。OK。謝謝。是的，我也沒礙事的。好啦。我是呢。你呢？那一次啊，有一個問題想要問啊，董舅呢？哪個問題？我演啊嘛。你在講乜嘅啦？有事之類啊？我說我演啊好。有乜嘅好演嘅啦？你想看看啦。雖然也下2年咯，做也聽下示範，不過對前邊年以前，係冇印象。2年咯，唔是有個好好嘅聽下試過一餐飯，係咪？沒係哦。20年來啊，雖然當日強下是走，不過都識到緊粗粗嘅，阿無條咪無限好強下是呀。錯，對也沒有目標開始，你就無限照顧家務卡，係都啲嘅，你呀，愛老。佢母卡嘅責任都交俾
你敢就切莫怨恨讲来係咪？唔講呀，都做嘛啦？按舊以前的事情呢，結果是啦。係講，我也還冇講哦。對我失智hand較嚴重以後嘅，我就冇機會同人講咯。你啊，我想講嘅啊，是夢啦，我真嘅是夢。你做嘅每一樣事情，我都有看到。謝謝你。是夢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們今天好好吃一次飯，好。偏偏你唔係冇愛做生意咧？哎呀，手柄油條透呢啊，都做好咧，冇賣啊，當大送誒。係啊。雖然啊，請買2-3行啊，銀行啊當中意呢。你都試過了嘛？阿涵有手柄來油條，愛食冇？哦，我都食飽嚟啦。李先啊，你老愛送去，還有東西會幫。可以啊。哦，唔去啦，要不啦。你吃哦。也係你媽媽會幫你家長。做乜嘅一下本愛啊？因為愛講，你結婚的時間，愛記唔得你咯。故說一下搞本啦。你生意哦，你媽媽都會準備哦，也掉啦。你想去留本做紀念嘛？李姐，唔知哦，你有很多嘅唔好嘅記憶嘅，這唔係問題啊。唔過愛啲哦，你媽媽懂愛，懂想，對吧？
月泪砸半夜，月泪流来一家皮，想起老人家。月泪砸半夜，月泪吃破带上机，想到离下。含笑发，含笑发，柳树含风。